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8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94次。前线共发生190起战斗，其中64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罗斯方面称乌军用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了克里米亚。8月3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第425斯凯利亚团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新经济村，并在那里升起了乌克兰国旗。乌克兰军事分析家组织报告称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的速度在8月份下降了18%。俄罗斯上个月夺取了464平方公里的土地，使总被占领土面积达到乌克兰领土的19%。俄军在托列茨克方向再次试图占领卡捷琳尼夫卡，但被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2亚速旅第5营战士发现后，行动以失败告终。此次俄军派出5辆步兵战车，每辆载约8人试图突破至卡捷琳尼夫卡郊区并建立阵地，但装甲纵队被第5营战士及时发现，一辆步兵战车在进村途中触雷后试图撤退，另一辆遭 FPV 无人机袭击后也开始后撤，最终2辆战车均被摧毁，乘员就是俄军全部被消灭。另3辆步兵战车成功抵达卡捷琳尼夫卡郊区，却在卸载步兵时遭遇 FPV 无人机、投弹无人机和炮火联合打击，这是混合打击所有战车均被摧毁。残敌试图依托地下室和房屋固守，但每个占领军士兵都被找出并被消灭。第12亚速旅第5营再次向敌人证明，所有进攻尝试都是徒劳，每个俄罗斯士兵都将被消灭，活下来也只会被称为战俘。周末，乌克兰新研发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首次实战齐射，袭击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在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基地，摧毁了停泊在该基地的6艘气垫船。据乌克兰军事防务新闻网站报道，至少有3枚威力强大的新型火烈鸟巡航导弹穿越黑海西部，袭击了克里米亚叫阿尔米扬斯克附近的海滨设施。这些导弹是从乌克兰奥德萨发射的。这个火烈鸟远程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0公里，有效载荷 1.15 吨。这是乌克兰自己研发的火烈鸟巡航导弹的首秀火烈鸟的首秀造成俄军1死6伤。另外，乌克兰空军和火箭炮部队正在使用制导空中炸弹和海马斯火箭弹对被占领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军队的阵地、临时部署基地、战地指挥部以及其他高价值军事装备都在轰炸范围之内。根据初步报告伤亡情况相当严重。根据这个当地游击队消息在扎波罗热、沃斯克雷先卡，由于乌军情报局和马里乌波尔抵抗运动，也就是地下游击队联合行动成功，俄军指挥所 35A 被夷为平地，17名俄军军官和1名士兵化为乌有成为耗材。当地时间9月2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视频宣布乌克兰武装部队光复了位于波克罗夫斯克西翼一个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定居点乌达奇内村。乌达奇内村是波克罗夫斯克西翼一个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定居点，这里是通往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关键定居点之一。俄军曾经从东部加强对该村的攻击行动，推进并控制了东南部的工业区，还进入了东北部房屋并占领阵地。不过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在该地区持续战斗，俄军在占领村庄过程中付出了重大的伤亡。这个乌达奇内村已经被乌军重新又夺回。根据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军指挥部已将相对精锐的海军步兵和空降兵部队从苏梅州北部和赫尔松方向调往顿涅茨克州。一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行动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报告称俄军指挥部已从库尔斯克州调动数支部队，包括第155海步旅，也就是太平洋舰队的以增援俄军对多部罗皮利亚的进攻行动。据报道，一位隶属于俄罗斯北方部队集群军事博客作者8月18日声称，俄军指挥部已将第177海步旅以及155和第40海军步兵旅部分部队从苏梅州北部调往另一个未指明方向。8月30日，原推特的一位开源情报分析师报道称，俄军指挥部已将第40和第155海
步旅部分部队以及可能隶属于第177海部团，就是里海舰队部分部队重新部署到顿涅茨克州。该开源情报分析师还表示，有报道称，在俄军指挥部紧急将这些部队部署到最危险的方向后，第11独立空降兵旅和第76空降兵师的部队被发现在顿涅茨克附近。开源情报消息人士指出，重新部署的空降兵部队具体攻击轴线尚不清楚。据报道，俄军指挥部还将第70摩步团从赫尔松重新部署到巴赫穆特，可能是为了增援俄军在科斯加尼季夫卡或西维尔斯克的进攻。战争研究所此前观察到的报告称，截至2025年8月底，第40和第15海部旅、第11独立空降兵旅和第76空降兵师正在苏梅州北部开展行动。也就是说这个俄军也悄悄地把其他战场的所谓的精锐部队集中到波克罗夫斯克。这个也验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老师说的说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已经聚集了10万部队，下一步俄军要进攻哪里清楚。实际上，在当前最激烈的波克罗夫斯克战场，俄乌双方都有意识的隐瞒或者就不太具体的讲目前战场的一个战局态势。第一个，在乌军无人机几乎全天候监控战场的情况下，各支俄军突击队根本就不可能进出自由，完成侦察任务后全身而退。各处俄军突击队的前进和其背后深层次因素只能是死伤惨重，甚至被消灭。第二个，俄军后续大部队不跟进上来，不是因为不想跟进错失良机，而是因为乌军无人机紧密监控下根本难以大规模突破，只能通过小股多路渗透攻击。简单的理解就是乌军用无人机覆盖了整个的这个战场的一个接触面，然后每次放一部分俄罗斯的这个小股部队进来，消灭完之后再放一部，应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这个对战场的感知能力乌军要远远超过俄军。艰难的抗战局势下，本以为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是全线防御，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在局部地区，乌军仍然偶有突破。在这场战斗中乌克兰第425突击团士兵就夺回了顿涅茨克州的一个定居点。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乌克兰突击士兵花了2周时间为解放定居点而战斗。8月31日，在村中心升起了乌克兰国旗。9月2日，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在哈尔科夫地区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人民民兵退役中校安德烈·马罗奇科在他电报频道上报道这一消息。马罗奇科写道，根据收到的信息，我们部队已经开始在别尔格莱德和哈尔科夫地区之间建立新的缓冲区。据马罗奇科介绍，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开始在科扎奇亚洛潘附近活动，他们在定居点以东占据了新的阵地。此前，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人民民兵退役中校马罗奇科谈到库皮扬斯克战役的胜利，他表示，乌克兰士兵留在城内并乘坐机动车辆出行存在问题。突发新闻目前乌克兰神风无人机正在袭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叫叶拉布加定居点。这个叶拉布加正是俄军的沙赫德无人机生产基地这是双方战场上一个情况。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晚间讲话中说到乌克兰预计每月将为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武器采购计划获得至少10亿美元。他感谢本月加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的伙伴。该计划是一项特别计划，允许从美国购买乌克兰国防军所需的武器。总统泽连斯基表示8月份荷兰、挪威、瑞典、丹麦、加拿大、比利时和拉脱维亚加入了该计划。泽连斯基指出该计划已筹集超过20亿美元，协调工作由北约感谢所有参与者的支持，这是8月份取得的良好成果，9月份也应该取得相应成果。我们的目标是每月为该计划筹集至少10亿美元，这些资金将用来购买高效武器，即用于保护我们城市的爱国者导弹、海马斯导弹系统等武器系统。美国向北约国家出售了价值20亿美元的乌克兰致命和防御性武器。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北约国家根据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在短短几周内就从美国为乌克兰购买了价值20亿美元的致命性和防御性武器。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和欧盟已同意向基辅运送美国武器，费用由欧洲承担，交付的物资将包括爱国者导弹，而不仅仅是巡航导弹。9月1号，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议会上表示，英
英国在50天内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弹药。7月，我们启动了为期50天的对乌援助行动。50天内，我们向乌克兰提供了6万枚炮弹、导弹和火箭炮，2500套无人机系统，2000多套电子战和防空系统。希利还指出一个安全的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乌克兰，他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希利还表示，英国支持采取措施切断俄罗斯的石油收入。我们欢迎总统特朗普关于他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非常严厉经济制裁的言论。丹麦提议欧盟从2027年底开始要求天然气进口商提供证明其天然气并非来自俄罗斯，特别是如果燃料是通过土耳其天然气管道供应的。这是彭博社报道也就是以后俄罗斯想通过土耳其西向欧洲卖天然气，这条路也被堵死了。这个乌克兰人炸了这个俄罗斯通往这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这个天然气管道还有石油管道。这回欧洲对吧，要掐断土耳其，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非常大新一波人道主义援助已从克罗地亚抵达乌克兰，为受战争影响地区的医院和社区提供医疗设备、发电机和变压器，援助总额3000万美元。欧盟这个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评价特朗普他说特朗普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特朗普的脾气比较暴躁。我们听说特朗普总统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但他似乎对普京很有耐心。大家看视频And they are the aggressor here, so they haven't made any concessions while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what Ukraine should give away, and that's a trap. If we would all be tougher on Putin, then this war would be over. But specificall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he is,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he's currently leading those negotiations. He's pursuing his plan. Well, we have heard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not a very patient man. So yes, I think if we all would do more, then we could deprive Russia of the funds to wage this war. That's why we are trying to find new ways of really what could we sanction so that they can't, circumvent. 欧洲之所以没有与俄罗斯直接谈判，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这样做不会有太多的成效，施压并没有迫使普京真正想要寻求和平。这个特朗普虽然脾气比较躁，但是对普京还是表现出了异常的耐心。这就是欧洲政客讽刺特朗普的地方。马克龙说了到周一如果普京还不跟这个泽连斯基会面，那么就是普京在耍这个特朗普，一次又一次的耍特朗普。今天这个卡拉斯又说特朗普本身脾气不太好，没有耐心，但是对普京却很有耐心。这个就好比有的人动不动就说我这个人口直心快，我这个人实话实说，口直心快这个说了你不爱听的，但是他跟领导从来不这样，跟领导他不口直心快了，表现得很有耐心。所以说给人感觉特朗普跟普京之间特朗普把普京当领导特朗普一伙正在企图把俄乌冲突调解失败的责任推给欧洲盟友，推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是欧洲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提出不切实际的条件，虽然欧洲这些盟友表面上对特朗普拍马逢迎，但转头就告诉泽连斯基采取强硬立场，争取更好的谈判条件。特朗普一伙甚至指责之所以没有进展，既不是特朗普的错，更不是普京的错，错就在于欧洲和泽连斯基不肯割让土地。但是这个特朗普这个小团体里面还是出来一个人也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或许是迫于压力出来面对记者他说美国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所有可能的制裁选项，普京以令人厌恶的方式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轰炸行动。我认为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自从安克雷奇，也就是那个阿拉斯加州双普会谈以来，自从电话通话之后，当时欧洲领导人和泽连斯基总统都在白宫，他的行为与他所表达的意图相反，指的是普京普京言行不一致，说实际上普京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加大了轰炸行动。就是贝森特出来又威胁要采取这个制裁措施对俄罗斯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应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莫尔茨、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其他国家领导人将于9月4日齐聚巴黎，商讨对基辅的安全保障事宜。核心议题聚焦于首先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安全承诺的具体实施方案，其次确立持续军事援助机制，尽
尽管各国仍在讨论向乌克兰境内部署部队的可能性，但德国与英国已明确否定这一方案。德国否定这一方案的原因很简单，认为现在根本就不是谈判的事，要坚持打到底。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啊，在天津啊跟这个普京会面了，普京还称埃尔多安是我的好朋友。这个埃尔多安回国以后啊，立马对媒体说啊，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触后，认为俄乌两国元首尚未准备好会面，也就是所谓的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晤，这个遥遥无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老黄俄啊，斯特列科夫啊，正在监狱里面登缝纫机啊，但是他不影响他发表对俄乌战争的看法啊。这个斯特列科夫在狱中啊发表评论，他说啊，乌克兰现在取得了优势，俄军夏季攻势失败了，真是丢脸。我们整个夏天都没能突破任何一条战线，我们用了16个月才攻克卡西夫亚尔，而与此同时，乌克兰人已经不强迫自己的18岁至22岁年轻人必须待在国内，因为他们不需要太多的人手也能对付俄罗斯。也就是乌克兰22岁以下的年轻人啊，可以随意出国。这个很多黄俄啊，每天念叨的是乌克兰人打光了，实际情况啊，你看泽连斯基允许12岁、22岁以下的乌克兰年轻人出国，这个得益于乌克兰伤亡，对吧？他跟俄军的伤亡比都是1比5，甚至1。第二个，对吧？乌克兰只要有钱不愁啊，没人来打仗。普京啊说俄罗斯从未且永远不会具有攻击任何国家的意图，指责欧盟的担忧纯属挑衅和无稽之谈，其为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的行为辩护成为必要的反击，并敦促东欧国家切断对乌克兰的油气供应。这个就是强盗逻辑啊！居然说俄罗斯从未且永远不会具有攻击任何国家的。我记得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普京五夫一娃一金也是各种发誓赌咒啊，甚至跟乌克兰还签了布达佩斯备忘录，要保护乌克兰。结果对乌克兰还是想打就打呀。这个就像那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的啊，俄罗斯的领土都是友好协商得到的，都是别的国家送的。这个当然就包括黄俄这个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甚至啊更多300万、400万、500万是主动送给俄罗斯的，人家没有派兵来打仗。这个印度啊否认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谋取暴利。这个印度从俄罗斯啊进口石油，占俄罗斯石油的45%，占印度进口量的好像60-70%啊。这个以及特朗普的那个贸易代表纳瓦罗，对吧，都在指责印度说俄乌战争啊是莫迪的战争，这大家还记得吧？应该是他那个贸易代表说的，莫迪通过从俄罗斯啊进口石油，再加工这个卖到欧洲，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印度人根本就不接受这个。9月1号，印度的石油部长辛格普里通过印度教徒报表示，印度并未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中谋取暴利，其行为稳定了市场，同时抑制油价上涨至每桶200美元。你看看，印度人不仅没有帮俄罗斯啊，反而还帮了世界。如果不是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么全世界的油价会涨到200美元，那是什么概念？一桶啊！所以大家应该感谢印度啊。实际上啊，根据媒体报道啊，说随着美国要求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压力不断加大，俄罗斯如今向印度提供乌拉尔原油相对于布伦特原油折扣已从7月的每桶1美元扩大到3到4美元。这个就是我说的啊，印度坚持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么普京一定是给他便宜，每桶又便宜了4美元。那只要印度买的够多，那这个便宜的钱啊就能抵消特朗普给印度加的关税或者部分抵。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普京啊，在上合组织峰会上他提出的啊关于乌克兰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有多项声明啊。第一个啊，他说乌克兰应以自主方式决定其安全保障机制。第二个，绝不能以损害俄罗斯安全为代价实现乌克兰安全。俄罗斯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愿意就扎波罗热核电站事宜与美国代表开展合作。基辅当局试图报复俄军对乌基础设施打击，但相关行动同时损害莫斯科合作伙伴利益，驳斥西方所谓俄计划进攻欧洲的论调。这个驳斥啊，俄罗斯计划进攻欧洲这个论调似曾相识啊。普京曾经也驳斥俄计划进攻乌克兰的论调。俄罗斯人的话呀没有真实，普京提的关于乌克兰和平的条件或者说法基本上是自相矛盾，也就是说他还没打算跟乌克兰进行认真的和谈。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